日帶大家嚟睇下珠海西摩犬狗舍。哇！一上嚟就一隻嚟索我。大家都話西摩犬笑騎騎好治癒，一堆笑騎騎咁樣就更搞笑治癒，仲可以影大合照超出片，一定要拍影片，所有 reaction 都好好笑。影相嘅話就好似個雕像咁。細狗仔真係超活潑，真係高能量超高。見到新狗比見到新人更加興奮。狗狗界嘅法式打招呼，呢隻叫茉莉，斑尾重得嚟仲咁得意。事實證明生得可愛係有特權嘅，啲毛毛軟熟到不得了。推薦大家可以4點鐘嚟，喺個室內場玩下，5點幾仲可以帶佢哋出去附近嘅公園散步，體驗感更加好。不過呢，數量就有限啦。我哋一行3個人，180蚊，一人一杯嘢飲，一定要玩個夠。如果中意狗仔都可以親身嚟睇下㗎，我覺得比去商場要治癒得多。